Hello，大家好，又嚟到花旗環球財富投資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啦。我係陳樂瑤，今日係2025年5月26號。花旗財富環球投資委員會喺上週召開咗會議，而且維持 GIC 策略資產配置不變，維持超配中年期各種投資級別嘅企業債、證券化債券同埋優先股。但係隨住關稅不確定性仍然喺度，我哋對環球股票保持中性嘅配置，對固定收益組合嘅整體存續期略低過指標嘅策略資產配置。上週長年期美國國債嘅收益率已經升穿4月份嘅峰值，我哋認為投資者對美國財政預算紀律嘅信心減弱，關稅憂慮再現，同埋關稅推動通脹預期喺近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回升嘅關鍵因素。我哋正係探索緊喺環球投資組合裏面加入優質嘅非美資產同埋其他多元化嘅固定收益工具。雖然美國嘅消費者仍然喺度使緊錢，但係消費嘅韌性偏向必需消費品，例如食品、汽油等等，以及明顯減少大額嘅購物。喺今年第一季業績期裏面，36%嘅消費股企業下調或者抽起全年嘅營收指引，只係得9% 嘅相關企業上調指引。因此，我哋對美國嘅消費股保持謹慎。股價或者仍然未完全反映關稅嘅全部影響，我哋密切關注住宏觀環境嘅幾項關鍵風險，包括嚟緊幾個月嘅貿易情況、消費需求、環球利率同埋下半年美國嘅滯脹風險。總括嚟講，關稅嘅不確定性仍然喺度，我哋對環球股票仍然維持住中性配置，對固定收益組合嘅整體存續期略低過指標嘅策略資產配置。今集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又差唔多啦，下次再見，拜拜。